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伫敬拜开始进前，咱先安静咱的心，邀请圣神就充满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这时，咱先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阮这时要注目伫你的面前，全心全灵拢献互你。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温柔的信心，咱欢迎你。主温柔的信心，点滴我的内心，陪伴我的一生。受处平静甲安宁，予我伫满足丰盛。主听堂的真理，光照我拢无你，我辛苦你扶持，受处稳定。你的听真正甘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看起应时，无论环境好歹，永远学落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看起应时，无论环境好歹，永远。看起应时，无论环境好歹，永远学落敬拜，伫好调的所在，我要看起应时，无论环境好歹，永远学落敬拜。这时，咱来为几项事来祈祷。第一，咱来为家己来向主来祈祷，不管是伫生活中，也是伫工作、学校的时，咱拢将咱的需要来向主来祈祷。因为上帝是行神迹的神，伊是将一切不可能的事，拢加做可能的主。这是咱做伙开声来为着家己的需要来向主来祈祷。
接咱恩主来献上感谢甲懊恼，感谢上帝伫即礼拜的保守甲带领，感谢伊伫咱有需要的时拢帮助咱，无放下咱。若要懊恼称颂伊的名，直到永远。教会来祈祷，求主帮助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互更较侪人会当做伙来认捌主。那么为教会准备亚子50迄年来祈祷，求主帮助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愿意互所造就，热心传福音来祈祷，来为着教会来恩主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将咱的教会交托伫主的手中，让这帮助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成做一个主所喜爱的教会。我来当将你的名头更较侪遐的机会，愿将我的教会准备亚子50迄年来恩主来祈祷，这帮助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热心传福音，因为只有福音才会当扩大人心，中黑暗进入光明。我来当更较侪帮助属灵的事。为着教会牧师、下牧师、小牧师、詹牧师夫妇、中职、小组长，以及所有的同工的属灵性命甲健康来祈祷。那么为着教会青少年甲主日学来祈祷，求主互因伫学校的时有主的灵感同在，互因会当学习到更较侪的知识。保守看顾今日的礼拜，拢有信心的灵充满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嘛为今日下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求主安静咱的心，互咱会当做伙来领受伊的话语。咱来为今日的礼拜来恩主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的灵就光照伫每一今日的礼拜当中，咱今日礼拜拢充满着主信息的灵。心中，主感谢你，你就时时刻刻同在。主啊，我将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提醒我，先拍开，敲拍我的心，你的依靠，来咱抓住你的话语，沿着你的话语来行。祈祷是我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将阮的需要，将一切事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感谢主，你伫对阮拄着困难的时，你拢帮助咱。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就是
要欢喜迎新，无论环境好歹，永远乐乐敬拜。主温柔的心事，踮伫我的内心，陪伴我的一生，守住平静甲安宁，予我伫我足风声。主听通的真理，光照我拢无你，我身躯你扶持，受出稳定甲安慰。你的听真正甘甜，伫无调的所在，我要欢喜迎新，无论环境好歹，永远乐乐敬拜。伫无调的所在，我要欢喜迎新，无论环境好歹，永远乐乐敬拜。伫我行路的时做我道路，我着的是做我活命，伫这所在献上敬拜。伫我行路的时做我道路，我着的是做我活命，伫这所在献上敬拜。的所在，我要欢喜迎新，无论环境好歹，永远乐乐敬拜。伫无调的所在，我要欢喜迎新，无论环境好歹，永远乐乐敬拜。无论环境好歹，永远乐乐敬拜。无论环境好歹，永远乐乐敬拜。万国啊，你拢要学乐耶和华；万民啊，你嘛拢要称赞伊。伊是咱要献上敬拜，甲学乐来归乎咱的主。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真真的爱你，伫你的座前，我思想你问题，我的心学乐敬拜你，我的心。
利路亚！咱们来继续来大声来欢呼主，因为咱的主是看见一切荣耀的主。248首。为他牵动。
应罪恶乐。神的主，我的上帝，我要用心感谢，用嘴阿乐。是的，阮知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君王，一切的世界运转、宇宙的运转，拢伫你的手下。阮这个有限的人，阮伫人生的日子中间，阮有限制，有困难，有无明白，所以当阮确认上帝你的主权的时，阮倚靠，阮交托。阮仰望是要看见你引带阮行伫一条稳定的道路，享受你的囝儿、你的百姓上大上水美好的祝福。所以，阮用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是要敲吹上帝你安怎听阮，明白上帝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也互阮甲主的亲近，知影你伫阮心中的旨意。愿阮今仔日同心聚会敬拜，拢伫上帝你的听下面圣神的同在，经历了你无限关能的高抹，互阮众兄弟姊妹，无论伫台顶台下，大家人服侍你、敬拜你，开启阮的心，明白你圣经奥妙的教示。愿上帝的灵伫阮中间，互阮知影，阮伫遮毋是只干那人的聚会，是因为有圣神的同在。阮就享受这个至好至水，亲像天堂的敬拜。感谢你，阮伫你面前，将这个礼拜交托主，愿你亲自引带带领，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要请咱议员徛地吼，咱来看银幕，做伙来齐声来念新的诫命耶稣的教示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请坐。这是咱来启用，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22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来啊，咱来唱歌，学了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界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这时，咱下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谦卑伫你的面前，齐声称赞你的圣名，因为你是万军的统帅，阮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甲慈爱，互阮微微的生命会通甲你相拄，领受你的怜悯甲救恩。阮要向你来献上感谢，恳求你的信心常常教阮伫地，互阮伫无用的生活中，犹原对你有较无的心意，爱来亲近你，领受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生命中的美娘。荣耀的主，当阮伫你的面前检测家己的事，阮看起家己的软弱。伫无意中常常得罪你，恳求主赦免阮，洗净阮一切的罪，
也恳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家己的不足，愿意来承认家己的软弱，日日经历你奇妙的恩典甲救赎。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赐下属天的福气伫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阮三听是因为你大声听阮，所以阮也要学习将这个听来分享出去。恳求你祝福富强教会各牧区小组所推动的幸福小组宣教事工，互众兄弟姊妹有份伫你的圣工，也借着服侍来享受听人亲像家己的美好。因为这是你对阮的期待甲教导，也借着牧者甲同工的带领，互阮通同心合意，往你所在的标来跑走。即时，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伫地，开阮的目睭甲耳孔，来领受你的话语，祝福夏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互阮的生命搁一摆得到造就甲激励。将今早起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求主掌权甲把守。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遵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的圣经节。第一位，希伯来书12章5节到7节，咱做伙来读。恁敢袂记得上帝考验恁，亲像咧考验囝儿？伊讲：我的囝，毋通看轻主的管教，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必怕伊所接纳的家己。着恁受管教，上帝款待恁亲像囝儿。敢有囝儿无受父母管教？第二位圣经记载伫启示录第3章19节，咱做伙来读。我所疼的人，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所以，着热心，着反悔。圣经读到这，愿主赐福听懂伊的话的人。俄勒，即是俄勒请圣歌队献诗，所献的诗歌是：主啊，我属你。因此说，请本会夏牧师讲道，所要讲的信息是：主爱管教，生命恩典。
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圣歌队带咱做美好的敬拜。咱今日看到咱的圣歌队阵容愈来愈坚强吼，愈庞大。啊，圣歌队的角色就是带咱的心归向主，啊，用歌声、用音乐，互咱更较明白主的听。多谢因啊美好的服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咱无受即个外口落雨影响吼，大家人安尼准时备班来遮主面前同心敬拜。啊，咱也要通过你的主的话三甲来学习。咱要开始前，大家来感谢主爱主上帝，感谢你恩待阮，阮即个福分来到主你面前。但伫即个现场的中间，阮大家三甲组织，是你看重阮的内心，让阮兄弟姊妹众人同心合一。各一样心，各一样喙，主你就伫阮中间做奇妙的工，你的感动也要临到伫阮，愿阮的敬拜归荣光伫你，愿你的话正做阮的快乐甲帮赞，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今日要学习一个题目，叫做主爱管教，主用听管教咱，啊，这是咱基督徒生命上宝贵的恩典。咱拄则主题经节是50到7节，毋过咱完整的吼是50到11节。啊，所以我大声要搁做一点仔复习吼。啊，我有特别甲话无共说，互咱知影讲，即个经节内面，互咱的提醒。第5节讲，恁减袂记得上帝苦劝恁，亲像伫苦劝囝儿。咱的上帝咧苦劝，表示讲。咱知影咱有失错，嘛有偏差，嘛有毋知，啊，所以上帝亲像咧苦劝囝儿共款咧苦劝咱。啊，伊讲我的囝毋通看见主的管教，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意思是甲咱做一个提醒，讲咧苦劝囝儿、管教囝儿，即个是天公地道的事，是必然的事。因为伊讲我的囝，是用我的囝做出发，然后一切的管教都毋通看轻，因为无人咧食饱盈盈吼，要来管教，是因为囝因为听，啊，所以讲毋通轻看哦，受责备吼嘛袂使灰心。安尼到遮一节开宗明义咧甲咱讲啦吼，咱大家拢会受到管教。但是你接受的态度，决定这个管教是好是歹，是正也是负。第2节，第6讲，因为主管教伊所听的人，伊管教，伊有听才要教，啊若无听吼，啊你要互教，佫无遐尼简单呢。伊讲比拍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第7。着忍受管教，上帝款待恁亲像囝儿，兼有囝儿无受父母管教。这甲第5节吼，等于重复佮强调啦。意思是讲，啊，就是家己的囝毋才会认真要甲伊教，吼。啊，后壁咱拄则无读到，咱过来复习。伊讲，伊后壁等于是咧说明着对，讲恁若无受所有的囝儿所受的管教，就是私生子，毋是真正的囝儿。伊用即个，互咱一个明白讲，哦，我有受教，我有受管教，表示我是囝呢。啊，若毋是吼，人较无爱插你啊。私生子的意思讲到，毋是正爸的就对吼。第9节，伊讲受肉体父母管教，咱都尊重因。意思伊甲分别，咱一般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有父母咧甲咱管教，啊，咱做囝儿的，安尼当然有无共款的反应，但是。咱知影父母会管教囝儿，伊讲咱都拢足尊重啊吼。啊，何况呢？伊意思是讲，咱的上帝是灵性的老爸啦，咱的主是灵性的老爸，肉体的老爸都咧管教，咱都爱尊重啊。何况是灵性的老爸甲咱管教？伊讲，咱兼无应该搁较愿意顺从啊，你顺从。毋是若互你得到恩典祝福呢，伊是讲是要互你得到活命，得到属灵的生命的祝福，荣耀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的祝福。
啊，这是伊咧讲管教所带来的结果就对了，管教所带来利益。第10节，肉体父母暂时久，照家己的意思管教，毋过上帝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有影，咱讲肉体父母吼，暂时照家己的意思，意思讲有时父母嘛有情绪啊，有时无了解啊。咱知影定啦，囡仔时代啊，兄弟姊妹吼。啊，咱较早囡仔较侪啦，有时定啦冤家，啊有时父母吼无看到实际情形吼，啊去讲毋着囡仔吼，吼，迄囡仔足艰苦的，讲啊你后白讲，啊都毋是我毋对啊吼，啊送毋对啊安尼，啊所以即款有时父母伊无法度通查明所有的事实啦，有时教毋对去啦，啊表示讲，咱生身的父母咧甲咱管教，有时会有错误吼，有时会失错。啊，毋过伊讲上帝的管教，正讲就是要互咱得到利益的，对咱有益无害就对啦吼。伊讲拄则讲要得到生命，即第2句讲目的是要互咱有分伫伊的圣洁，等于甲咱操练啊，互咱的杂质啊，身躯的杂质，咱性格的杂质，啊，咱真侪人生的遮无好，拢甲咱清除，啊，咱挖进上帝，得到圣洁。最后一节，又搁一个结果啊，吼，有一个利益，讲咱答辩受管教，未感觉欢喜，有影？受管教一定是照咱原来意思都无互咱照家己意思行，所以会感觉讲足郁卒的，啊足忧闷的，也是讲啊足无民主的，啊反正忧伤啦。但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管教的态度，伊讲。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管教锻炼吼，就会安怎？就会结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安尼。啊，这是整个经节的一个内容吼。啊，启示录有一节经节做伙伫遐咧回应，还是讲伫咧印证吼，共款的意思拢共款。伊讲我所听的人。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所以呢，着热心，着反悔。这是咱今日2节的主题经节。那牧师做几项的分享，甲来甲咱学习。对人性上吼来看啦，我想无有一个人吼讲爱互人管教，爱互人鞭拍。啊，所以若是有这，咱通常拢甲伊看作是负面的，更何况咱即马台湾吼，足重视人本的教育。啊，像牧师这个年纪的人，细汉互人讲尻川、讲手茶啊吼，啊是感觉稀松平常啊，像去食便饭安尼啦吼。但现在袂使啊，你若无识字吼，老师举吹啊起来不得了啊，迄请议员来啊，吼，若乌道的哦，做规定来啊。我会记细汉的阵吼。真正有诶同学哦，伊都生性较活泼嘛，搞怪。啊，父母拢会去找老师讲，老师啊，做你甲讲哈，我厝讲无够，你搁甲讲安尼，吼。啊，有诶是伫学校，互老师责备，倒来厝吼，毋是像现在安尼啦，吼。讲带人要去甲老师兴师问罪，是颠倒搁加讲一遍，讲吼，你这无乖，啊，人别老师毋讲着你。你是安那？吼，啊，咱这拢是咱真侪牧师救恩会人的体验。我印象足深吼，迄阵我国小2年级，有一个老师少年，我真印象毋是已经足深啊，但是我感觉到这个老师吼，应该是拄啊好，迄师专毕业的，哦，人哦体格好，啊佫安尼足认真、足严就对啦。反正教阮写字啊，毋对拢爱讲安怎？迄阵哦是惊啊要惨的，惊讲啊检查作业用过要互讲，啊无就惊去后壁安尼。但是阵回想起来讲，哦，感觉足甘甜。伊讲好佳哉有这个老师，因为迄阵阮伫庄骹吼，有真侪迄老师是毋是正派的吼？迄阵拢有是退伍军啊吼，啊讲的国语吼听拢无啊，吼我有这个老师甲阮教，阮感觉讲哦安尼。迄阵是有感觉惊，啊，毋过后来感觉讲，哦，好佳哉有这个老师，咱迄个摸破摸花啦，甲咱发音啦，吼，啊，甲咱指导，啊，所以人的心态啦，我讲，即马有影，即马足注重人性，是因为
咱迄个环境已经过啊，迄个环境已经过啊。啊，所以吼，现在囡仔细汉成长吼，咱较定定听到的讲，哎呀，互老师责备了，规个心性拢改变，吼，无爱读册，还是讲有迄个反社会行为，啊，咱讲互人霸凌安尼。伊个较早的囡仔袂互霸凌，感觉讲安尼活得足快乐。啊，即摆哪会安尼？咱嘛毋知影，迄专家安怎研究，咱毋知啦。只是讲咱袂当用古早的态度看今仔日，咱来循循善诱，互即个囡仔知影讲，我甲你教，甲你管，我的目的是啥物？所以，若是对拄则所读的经节真重要一个原则，就是讲出伫听的管教较是重要。啊，无逐个要管教，逐个嘛会晓的吼。啊，所以伫人生上咱负面，但是咱看希伯来书12章50到12节，互咱看的拢是管教，拢是正面的。啊，到底敢若一般感觉讲看到这就足负面的，是差伫倒位就对啦吼。伊讲第一爱留心主的管教，毋通因为主的责备灰心，因为主管教伊所听的每一个人。吼，这开宗明义啦吼。管教大拢会啦。我拄仔讲到细汉的时阵，互管教，事实吼，迄阵台湾是一个威权的社会。迄阵吼，迄囡仔若搞怪哦，迄阵有少年队，你敢知？少年队一个掠入去吼，也无咧管你啊，先拍甲讲啊。所以恁知讲迄阵少年队，逐个足惊，因为迄阵吼，感觉用即步上好啊，你拢毋敢反抗啊。无像现在吼，但是你知影讲迄款的管教有影，伊照着伊的规则，照着伊家己的迄个原则来教。但是吼，包括迄个时阵去做兵吼，真侪人拢受足侪艰苦，因为吼有人拢会讲，啊，即个班长也是即个管的吼，安尼吼怪性就对啦吼，有虐待狂，因为人的心性若毋是出伫听。若毋出伫讲我对你好，有时伊的管教就会产生差错。搁较毋免讲咱进前10几年前发生迄个军人互人虐待死的消息，啊，发生规个国家拢乱起来呢。啊，所以你就知影讲啊，原来即个重要的关键出发点伫遮，因为希伯来书互咱甲咱讲。咱来留心，表示讲，你爱正面来看，毋通吼一个就排斥哦吼。第二，伊讲上帝对待咱亲像囝儿啊儿女，所以爱忍受管教，因为这是表示上帝对咱亲像儿女，儿女受父母管教是应该的，若无受管教，就毋是真囝儿。所以咱当受管教的时阵，当你即个态度讲，哎呀，多谢上帝啊，你听我，毋是讲怨叹讲上帝啊。啊，白白安尼是安那，我著爱拄着遐侪苦楚，拄着遐侪困难，因为上帝听我，所以我用这款态度的时，你会感觉啊，迄个甘甜就出来啊。啊，若无，你会愤世嫉俗啊，你会感觉讲我哪会运道遐尼歹啊？啊，我哪会人生吼啊，比人较坎坷啊，逐项拢看着负面的，看着无好的。第三，上帝是咱属灵的老爸，而且经常咧讲起着肉体的老爸。吼，若毋是讲啊，心性有啥物奇怪，拢是疼囝才咧责备啦，才咧管教。啊，灵性的老爸甲咱管教，毋只干那是互咱行伫正直的道路，伊讲是要互你得到迄个活命，得到活命。遐尼姊妹，咱知影讲管教鞭拍，拢是听起来真负面啦。管是约束，管是指责，管是要求对方吼。用消极的方式来禁止，也是讲主动，要互你改进。但是教，就是管了爱用积极的方法来甲咱指明一条路，启发正确的部分，有可能增加你的知识，也增加你的经验，袂阁犯同一款的错误，迄叫做教。若是鞭拍，就是讲，哇，迄个错误已经用讲的袂赴啊，可能爱。当付出代价吼，这是较严重的话句呢。因为若鞭拍有时会伤害到哦，这个鞭拍可大可小就对啦吼。
小只不过是讲啊，咱爸母有时用爱的小手甲咱讲两个啊，互你知影讲哦，爸爸妈妈无欢喜，你这做得毋对，讲粗话，也是对人无礼貌，吼，也是咧食物件吼，啊无照规矩安尼。但是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上帝鞭拍一个家庭呢，鞭拍一个民族、一个家族、社会、一个国家。咱圣经大部分咱咧讲耶稣真主会听，主会怜悯。但是主的怜悯甲恩典吼，你到是要安怎讲？是我做主，我做主角，还是讲我做主导？上帝这个恩典我袂，啊，迄个我无爱。啊，若安尼都变做你比上帝较大，敢毋是？你敢若要处理你爱，啊，上帝讲这个更较好，你都嫌无爱。啊，所以上帝用管教的方式，互你担着迄个慈悲甲怜悯。啊，这是咱人信仰的一个，咱讲一个门槛。你若用袂过，啊，有可能有时嘛影响到你的信仰哦。啊，所以咱初信的会友，咱可能无随甲讲安尼，惊伊会惊到讲哦，我上帝甲我管教，安尼都危险啊、凄惨啊。但是咱资深的基督徒，咱知讲啊，这实在是足正面的吼。希伯来书就是咧甲咱提醒讲，迄个心态啦，管教定然有，但是迄个心态足重要。所以兄弟姊妹，第四项就是重要，上帝管教的目的。吼，上帝都毋是应用我讲，亲像遐个伫管训队吼，也是伫军中遐个班长咧算馒头啊无管啊，感觉足手会拗，毋是啊。上帝伊管教是为着咱的好处。伊讲，互咱有分伫伊的圣洁。我拄仔讲圣洁会当解释真多啦，就是心性的圣洁，也是信仰的圣洁，也是咱行事为人的圣洁。但圣洁咱嘛咱甲解释讲，甲咱身躯一切迄个歹杂质，也是错误的思想，也是对人迄个偏差的看法，拢甲咱清掉，迄嘛是一种的圣洁。当然，搁较是挖近主的伫即个慈悲、疼甲怜悯安尼。伊讲经过一款锻炼，会当结平安的果子呢，是会当一个正面美好，讲过着正直的生活。啊，这是咧讲起着即个管教。咱拄则有读过启示录第3章19节，伊讲咱直接读台语啦吼。伊讲我所疼的人，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我所疼的人，所以着热心着反悔。咱较早吼，有时会听到足无礼貌的话，也是讲足侮辱的话。啊，你即个囡仔是无爸母挂晓，安尼啦吼。讲咧到底吼，若假使伊的爸母伫边仔会足，可能若气起来，甲对方冲突来讲，你是安尼黑白骂阮的囡仔，吼。啊，迄也是讲，咱现代人定来要找老师的意思，就是讲，哇，你要教我该教，咱就互你教安尼。但是，咱若是持着即款正确的态度，知影我有互主教是安尼，我伫主的心中是重要的吼。伊看重我，伊才会管教我安尼。我记得几礼拜前牧师有分享到奥运会有无？100年前的奥运，有迄个李代瑞吼，无足好走吼，老师看到讲即个可造之材啦，就加强来甲操练呢，操练伊的体能，操练伊的肌肉，操练伊的速度，爱陪他，我要训练他。所以即摆吼，咱看伊比赛拢进入迄个职业化，咱看迄职业的选手嘛，迄运动实在是，互咱感觉讲哇，搁水搁安尼好看吼。这大谷翔平吼，哇，已经全世界轰动的就对啦。讲棒球界毋捌出过遐尼高的明星安尼。但是咱拢知影讲，即款优秀的选手吼，伊足谦卑接受教练的训练。你讲白比赛，一定是即个选手比教练较高嘛？先啊，教练讲你要听，因为教练伊有经验，知影你的缺点，知影你倒位无好势，特别是心智啦、个性，也是讲你的态度安尼。咱台湾有一个羽毛球选手，
是基督徒，足虔诚基督徒，叫做周天成。逐摆吼，伫咧比赛时阵有一个等于伊陪伴的教练伫后壁面，迄个根本都毋是选手啊，也毋是运动的专家，是伊的等于是伊的心理师就对啦。伊就坐伫边啊，伊即个周天成即个基督徒是伊引出来所以等于看到伊的即个陪伴的，伊就感觉心足平安，知影讲，伊是对我咧鼓励，伫甲我鼓励。虽然伊毋是技术上的指导，所以咱拢知影讲，即马你若是想要运动爱用钱去拜托教练甲咱教，安尼敢毋是？比如讲，亲像咱去健身教练咱去健身中心，教练甲你指导一场足侪钱呢，因为你爱拜托伊来甲你操啦。咱去拍球嘛是，若有教练甲你进步足紧，是安你欢喜接受伊教，因为伊对你是有利益的，甲你的缺点、甲你的姿势，也是甲你迄个动作拢改变。这是咱每一个人对即款，当咱用即款态度去想的时阵，上帝你是我的教练感谢你我毋免付钱，阁互你听我安尼。咱看去圣经中的管教。圣经中真侪上帝管教，咱看真侪我简单提起就好安尼那主对国家甲百姓管教，咱知影讲创世纪了百姓有一段时间拢非常的背逆。伫那迄个时代，背逆到一个程度讲我归去夫妇会定来啦，所以。用大水来毁灭人类，只敢若剩啥？剩那阿一家，剩那阿一家。意思讲这已经无救归去定来啦，佮定心定心繁殖就对啦，用那一家来繁殖就对这是迄足极端的管教。第二，伫史书的时代，旧约圣经史书的时代以色列的百姓来背弃上帝。受上帝管教，上帝安怎管教因呢？伊四周围拢是迦南的部族，就是迦南人，遐在地的人原住民，定来甲伊侵扰啦。你看基甸我米伫迄个一个山洞内底，伫遐咧拍马，哇！因为有米甸人要来攻击，上帝稳准但是讲上帝照着这迦南人是米甸人这的手，要鞭拍。要来教训这以色列百姓，我因知影讲上帝伫倒，这是咱可看见。即个史书记2米940也讲，迄个时阵以色列中无王啦，逐人入味而行安尼过来，伫王国的时代，咱知影讲以色列、犹大，这王国拢灭无去圣经先知咧安那解释讲，哎呀，这上帝百姓哪会遐凄惨规个国家拢无去但是圣经安怎讲上帝是照着巴比伦甲亚述帝国下手来管教百姓，哇！迄是国家管教国家呢。迄阵咱知影讲巴比伦甲亚述帝国迄是足强的。这是巴比伦帝国因即后来甲恢复的一个因的当几千年前的迄种建筑啦。这是因古早。古早迄个图，知影讲，迄阵的王国是非常的强。迄巴比伦就今仔日的伊拉克迄个所在呢，因迄有两河流域这亚述嘛是安尼，因的艺术因的迄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的强，迄是古早的帝国上帝讲，这帝国就是我管教的去锤上帝用这两个强国的锤来管教以色列百姓。迄嘛是真凄惨迄毋是小可代志呢，拢有死实这是亚述帝国因的艺术伫古早时代就遐尔精美就对主对个人的管教嘛有这关系咱规个人迄个人类的故事。咱知影讲亚当甲夏娃犯罪了，上帝甲伊刑罚，上帝甲伊管教，因为甲伊赶出爱甸乐园。这是迄个图画咧讲起因受赶出乐园天使甲迄个爱甸乐园关起来啦，毋准人搁入去
这是在描述阿东夏娃受赶出来。咱知影讲该阮头一对兄弟，该阮因为嫉妒，因为献祭代志，无原谅伊的小弟，甲阿伯害死。上帝甲处罚什么？伊变做流浪者，伊袂当搁亲像较早，伊伫一个土地遐安居乐业伫遐耕作吼。这是迄个人画迄种图这个该阮叫做流浪者安尼吼，赤身裸体伫个旷野伫遐漂流安尼。咱嘛看见扫罗王，因为藐视上帝命令，无尊重上帝仆人的职分，上帝爱该放弃呢。甚至伊的下场真凄惨，伊甲3个囝儿当时伫战场来死这是扫罗王受气杀的这个图画。咱嘛看见新约，伫使徒行传内底，阿拿尼亚甲撒非拉这对夫妇因为因当时教会当咧兴起。但是这对有私心啦，无专业的奉献，迄阵有发生足严重的制裁，就是欺骗圣神，所以结局是因失去性命呢。这是阿拿尼亚夫妇因迄种图画咧显示讲，现伫现场就倒落去就无去啊。兄弟姊妹，牧师要甲咱三甲学习面的，就亲像希伯来书所予咱的，咱要安怎？留心，也是注重，也是应当看重主的管教，因为主的管教是咱得到生命的稳定，得到生命的稳定。基督徒除了领受到上帝恩典以外，咱毋通是讲处处拢是我感觉的好的，这才是恩典。有时管教、负面、提醒。责备甚至鞭拍，你也讲哎呀，好佳哉！上帝听我，看我是伊的囝儿，所以互我拄到即款的教训。虽然咱教训济少大小差足多啦，比如讲咱有时违反交通规则，你甲想讲哎呀，今仔日够歹运啦，佮加了一寡钱，但是你也想讲哎，好佳哉，甲我提醒，甲我管教，互我知影，无因为安尼发生严重的车祸，所以。同事拢是正面甲负面，光明的一面甲黑暗的一面嘛。所以基督徒爱留心主的管教，毋通家己掠做家己对，讲别人毋对，所有的责任拢推互别人，是爱对上帝的甲上帝关系中间，咱去找着讲这我是足有价值的，因为上帝听我，互我得到即款的管教。当你安尼的时阵人生。无管任何起落你拢感觉讲有上帝人倚靠，有上帝人做我的尊前，你就无任何遗憾，甚至包括病痛。咱拢知影，有时咱身躯的病痛，拢是甲咱的生活习惯、咱的饮食，甲咱的这个各种的行为有关系。但是你若讲，哎哟，别人都袂安尼，哪会我拄着咧？你会感觉讲怨叹。有真侪人到中年的时阵，身躯生活发生各样，有一个记号，有一个信号出来有人讲，哎呀，别人平平同好，大家人身体臃肿，像牛安尼，我哪会安尼？但是伊当伊想倒来讲，原来我虚心检讨，是毋是我的食食有问题，我的营养有问题，我的行为，我的日常作息有问题。有人对迄阵开始改变伊的生活，改变伊的习惯，后来的人生就愈来愈健康咧。伊也感谢讲当时好佳哉，我有拄到一款的迄个挑战，我家己才会当改变。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会当对即个态度去看，咱知影讲，咱上界智慧的，就是讲对别人的失败甲管教中间，咱直接得到学习啦。比如说家己的经验，毋免搁家己经历一遍，毋免讲上帝甲你教。咱知影讲，咱较早兄弟姊妹足多的咱的兄弟姊妹中间一个人互士大人管教，你就知哎哟，毋通毋通搁像伊安尼，毋通搁互士大人讲尻川因为咱的小弟也是兄哥，已经受激发啦嘛。这就是对别人的经验中间也去感受到。第二，你也体认家己是受管教的对象，警醒家己，讲
上帝甲我调度，甲我管教，互我无偏离真道，警醒家己。若无偏离，受管教搁较严重啊！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摆一摆上帝管教，到尾毋听，只好叫巴比伦甲亚述帝国来甲恁教。是大人教你毋听，后来互别人教安尼。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家己因为受管教来受点醒，你地教你无搁重复，重蹈覆辙就对啦。愈陷愈深，不可收拾安尼过来就是将主的管教看作是一种生命的恩典。所以，若要讲看主的管教大先是先改变咱的态度。当你看任何来讲负面的代志临到我的时阵，你毋通一个就先直觉讲这无好啦，这运命歹啦，运途歹啦，我若会遐歹运去拄着，你也先冷静来讲，求问上帝，上帝啊，你伫这项事顶面，到底要对我讲甚物？上帝，你互我有生命的智慧啊！这个生命恩典，你到底要互我甚物安尼？所以，当你安尼，就是一种亲像爸囝咧对话共款。咱知影，咱现代人较有迄个教育的知识啦，咱知影咱家囡仔责备，拢会人讲要抚慰他，爱医治伊，互伊无迄个伤痕，互伊知影讲这是疼的责备。所以爸囝的关系就愈亲，母囝的关系就愈甜蜜，因为你有管教，但是阁有医治啦。所以因为安尼，咱甲主的互动，你一遍搁一遍，一遍搁一遍，咱嘛知影讲约瑟，上帝嘛是甲管教伊当拢时讲话安尼伤过，嘛毋是讲碰风啦，是伤坦白去啊，互遐个甲伊处罚，甲伊卖出去，但是伊一遍搁一遍的管教，伫主人都伫我的手中嘛拄着管教，伫家甲管教，伫人生的过程管教，但是到最后上帝互伊成做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的恩典。伊若无经历这个，伊只不过是伫咧旷野中间10个兄弟咧顾羊的，无就顾咧旷野的人尔。但是伊受管教，包括摩西嘛是受管教，经过人生3个大阶段。但是你要看结局是甚物，上帝对你的旨意是甚物。所以显示咱是上帝真囝儿，这是足要紧足要紧的。当你是囝儿，你就敢对上帝求讨讲主啊，互我明白你对我的教是甚物，你爱我往倒一个方向去行。伊讲安尼就要得到永恒丰盛的生命就对啦，永恒丰盛的生命。兄弟姊妹，我讲上帝对咱的管教，咱的态度若看会到，咱看会出来，你拢会感觉讲这是真宝贵的经验。昨昏拄是咱台湾921大地震，已经25年啊，25年一瞬就过啊。昨昏我咧甲青少年分享的时候，我问讲，921恁出世也未？大家拢讲我未出世啦，25年前我哪有出世？伊就无感觉到迄个代志，感觉是一个故事那定。但是咱家己有即个年纪的人，知影讲迄阵迄是经历台湾拄着大的即个灾难。921进前拄好台湾发生大停电，大家有印象当即个咱嘛咱看做讲，哎呀，台湾伫即个地震带啦，有拄着这实是对台湾只大的伤害啦。但是你若感觉另外一个角度看讲，因为有即款的伤害，互咱敬畏这大自然，毋是随随便便咱知影讲，迄个时阵发生大地震，真侪所在，发生死实，大概是你山路乌袂开，规个山坪拢地动拢落落来。咱知影迄阵伫个横贯公路有足侪车拢互伊地着啊。你讲这是大自然目生目睭啦，害咱遐侪人死实。但你若想讲，哎呀，迄条路人迄粒山原来水水啊，拢生大樟树，你著甲对腹肚甲
开一条毛长去啊，所以人伊叮当土当就落来啊，你若无警醒，后摆佫发生要安怎？迄个时阵咱嘛知影，台湾因为伫咱即代人经历到即个大地震，所以现在建筑法令就是因为921了后，规个建筑法令拢严格起来。你要起厝莫黑白甲我起，更紧爱偌粗你设计爱偌好，若无经过审查是袂互你过啊。你是安怎？咱若感觉讲这是对咱台湾的一个管教，大自然即个建筑也是咱人的态度，这就是一个正面的。咱拢无爱发生，茫发生即款的灾难。另外，咱知影讲，即款的管教有时伫咱生活中是逐日拢咧发生的代志，特别是咱佫有囡仔细汉也是青少年咧成长的过程。咱也9月份才正开学若定学生囡仔拢转去学校，咱有个青年拢出外要到外地。兄弟姊妹，有时一个小小的性命要调度，你看用偌侪心血。有人咧讲讲较早一个家庭一个老爸趁钱饲5、6个囝饲5、6个囝，就是要互伊安尼栽培安尼，就一个人拍拼就对啊。讲即马这时代是安怎？逐个人拢去拍拼，要请用一个囝请袂起来，因为只要要请囝迄是偌开销，无怪咱少年人无爱生，因为生送要顾，送要饲啊，送要啥，要迄个，因为我都无迄个资金啊，所以咱知影讲即马咧教导细囝、教导囡仔，去人讲成本愈来愈悬啦。但是请会记咧，上成本的管教，就是甲咱的囡仔带来互上帝教。上帝用迄奇妙的粒子毋免你安尼讲费尽口舌啦，也是讲你安尼用尽办法，就讲袂听，就是毋听。请你记咧，甲上帝带到主的面前，讲主啊，这个囡仔是你所疼的，求你照你的旨意，亲像疼囝共款，互伊行入人生迄个成功的道路、受祝福的道路。因为圣经明明甲咱讲上帝所疼的囝儿，伊就是甲伊管教。兄弟姊妹，愿咱对这个经节的中间去学习着，有时是小小的一个提醒，有时是个重重的责备。但是当你的心中知影讲我足感恩的，因为主疼我，互我会当经历到这个，因为经历这个，上帝互我成做伊的真的囝儿，而且我是伊恩典的好的。因为我要得到生命的恩典，要得到真正的活命，我要活出迄个奇妙、丰盛、永恒的生命，而且是要结平安的果子。愿主赏赐这款的祝福，伫咱兄弟姊妹中间，特别咱兄弟姊妹伫小组，伫咱兄弟姊妹咧交杯中间，咱特较有这款的概念。有的人无一个就敏锐感觉到上帝的教示呢，但是咱好朋友。咱的好兄弟姊妹，你也该提醒讲，这检查是上帝予你的礼物哦，恩典的礼物哦，你爱好好思考哦。安尼，咱的成长，甲咱的进步，才会当日日来得到。愿主将这款的祝福赏赐伫咱中间。咱要来吟首回应诗，来作为祈祷。圣诗伫咱的周报内底嘛有184首。调咱真侪人爱唱的旧的圣诗的歌上帝听痛，哪会遐大？咱一个吟全首。再来吟。上帝听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
所闻天啊，为呀亲，将我伫我心内，因为对心性的福音，心为平安自在，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到伊日，诚心感动那为呀我，互我真在归心，承受福音心受感化，生命我心情定，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到伊日，会行诚心三位一体，一生一关一暖，尊贵也更延万无体，乐乐一命无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到伊日。感谢主，上帝疼痛咱会遐大。毋望咱大家拢感受到即个疼的管教。咱大先用今仔日咱对圣经所领受的话，伫遮来学习。咱甲主讲，主啊，我承受到的管教是我下坎即个，而且改变我的态度，知影这是你所予我的恩典，要予我的生命更较成熟，予我的人生更较就近主，更较圣洁。也互我要结和平正直的果子。愿主将这款的福气赏赐予咱，咱大家伫主的面前，来对主来恳求，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阮大家保守圣心做感受阮恩传，听阮声受你的祝福，恩典满满伫阮中间。知影你听阮，互阮要结恩典的果子，生命的成熟，以及是互阮领受这款的祝福。平安主伫阮中间，互阮知影你的听是对阮的利益。感谢你，感谢主。今日姊妹，咱为着教会的圣工来献上代祷。第一，咱的幸福小组已经进入到第3礼拜，咱逐组拢真热烈在推动，真侪同工用尽各种的方法，要引带这百姓来认捌圣经，来认捌真理，来认捌福音。咱为着这同工福长来祈祷，互因有对主所领受属灵的开勒甲智慧，所邀请的这慕道友会当领受到这款至宝贵福音的种子，互因有机会通欢喜拍开因的心来认捌主，领受祝福。也为着过来几礼拜陆续各小组推动的，拢通顺序，特别奉主的名宣告，这一切无受歹的阻挡。互这同工出入平安，所做工亲自来荣耀上帝的名。第三，咱为着教会，咱在进行50周年的各种的筹备，求主赏赐咱对以来的智慧甲提醒，互咱所做工，毋但是利益伫教会的成长，兄弟姊妹属灵的成长，以及咱诚做见证传福音伫咱的社区。愿主将这恩典赏赐予咱，咱为着这2、3项事，同心来开声祈祷。
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神亲自看顾甲扶持怜悯甲平安，伫阮正来中间，阮互你的名来祝福。阮像我小所推动的过程中间，一切拢有上帝奇妙的引带，每一个best 拢有上帝你的鼓手，互因心拍开，欢喜接受福音，真侪因一世人上大的改变。愿被上帝保守这个best，互因保守这个同工。互因对主领受智慧、言语，对这个属灵的规律所做工，拢大大得到成就甲应验。阮也为着教会中间阮伫进行50周年的计划，上帝你保守，互阮所有计划拢能利益伫教会成长，兄弟姊妹信仰的精进。感谢你的听人甲保守，哈利路亚！感谢你，兄弟姊妹。最后，咱为着咱所听的亲人来祈祷。咱伫周报内面常常提醒，咱有几项的祝福，就是咱求主赏赐5项的恩典：有健康的身体，有事业的兴盛、学业的兴盛、心灵的喜乐、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美善、灵命的成长。咱用这个祝福，为着咱的家内咱关心所听的亲人来祝福，为着家己来祝福祈祷。特别咱也来提名咱所认捌的兄弟，有病痛，有伫病院咧接受治疗，也有癌细胞的侵扰的兄弟，求上帝施落伊的官兵，赏赐医治临到伫咱所听的兄弟姊妹，也是亲人的中间。咱为着这事当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神做工，是阮祝福，阮所做的工，大大荣耀你的生命。阮为着兄弟姊妹，大家人领受着5项的祝福，就是经济健康、事业兴盛、心灵喜乐、人际家庭关系亲密，也会当灵命的成长来祈祷。也阮也为着病痛兄弟祈祷，上帝你的大恩亲自来降落伫阮所有这受得治疗的中间，求你亲自平安感恩之地，特别有癌细胞攻击的主啊，求你亲自来施落你的大权能医治透房地的事情，感谢你。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我用这祈祷摆在伫你的面前，主啊，因为阮知影你听阮是你的真囝子，所以你予阮的管教，当阮看到的时阵，阮知影这是你听的记号，所以阮就欢喜幸福、谦卑、热诚、悔改，知影。主你要赏赐丰盛的生命，互阮一直行伫这个改变、进步、成长的道路。这是阮基督徒上大的福气，也是做你的百姓上大的恩典。别上帝，阮也将教会的圣工交托主，也将兄弟姊妹特别拄着病痛的兄弟交托上帝你的圣手。愿你照你的怜悯，施落你的医治、看顾、透放甲健康。伫所有这阮关心的兄弟姊妹中间，赏赐5项的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知影，阮来亲近主，毋是只干是一个仪式甲礼拜，是阮要甲主更加结连迄个生命深深的关系。愿你施恩赐福伫阮正大家，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个时间到啊，咱诗会。奉献，只是请咱来奉献。起立，来吟奉献的圣歌。
会众请坐。本月金句，请咱来看周报最后一页的下面，请咱三甲用台语齐声来读。为着伊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马太福音月5章19节。报告，即是我来报告，请看周报第2页。后礼拜敬拜的服侍当中，主理是夏牧师，司会是会计执事。咱先开第4页，今仔日要召开第3届的中职联席会。伫下晡的1点半，伫2楼的会议室开，请长老、执事、甲服侍的团长预备生参加。第3项，最近重要的事工的公告。第1项，世界圣餐主日圣餐点伫10月6号举行。第2项，周年主日甲重阳敬老会伫10月13要举行。第3项，教育的事工奉献主日伫10月20日。临时学会中职的遴选伫10月27日要改选，准备要竞出长老2位。执事4位，名单伫后礼拜会公告。等下嘛要颁发9月份的奖学金。剩的下骹第7项，其他的报告。第4届的新眼光读书已经放在1楼。其他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因此说，咱来从。感谢主吼，咱今仔日落雨天吼，啊，毋过有新朋友来咱中间啦吼。啊，我特别知影讲是对高雄来的，啊，咱的秋晨姐妹带2个朋友吼，头一位是即个吴丽芬姊妹，来拍拍啊，欢迎你，吴丽芬姐。欢迎你来吼！落雨天来，还足感动。佮第2位是杨淑敏姊妹、杨淑敏姐妹，欢迎你。有介绍讲伊本身是高雄迄个真爱教会真爱教会咱预定11月11月要来邀请到咱的即个就是罗志明董事长来分享见证。伊就是伫咱的真爱教会伫遐，真感谢主，欢迎秋晨甲2位姊妹我来做几项的补充，但先我先用投影片来讲第一个就是讲，咱的附近有一间迄个就是以林书房啦因特别摕2个用样本来，就是讲要举行即个大字本大字的，就是讲牧师这年纪搁年老的你拢唔免安尼目睭紧看迄细字的圣经，迄大字本的圣经，而且是皮面的足水的买当做传家也是讲咱少年的买一本互咱的时代你通招人做伴，一年2本合买啦，伊是讲买1送1，一本是2100，伊迄是大本的，搁皮的你若买一本送一本，等于一本1000块50块。你若讲有趣味，咱招老兄弟姊妹恁2个招伴家己去买嘛袂歹，咱经理的色2色就对啦咱少年的也要买互士大人来读圣经，咱教会最近抄圣经、读圣经这风气哇足感动人的。食无输定听到即款见证，讲抄圣经抄到拢袂停啦，讲足紧就甲抄了安尼表示讲上帝有通过读经灵修来激励咱，而且
同款甲读圣经有关的，就是拄则咱的书会吼，宛如执事有报告讲第4季的新安讲读经已经来啊，吼所以咱即个季表吼。季表后礼拜才分，但是即礼拜你通先摕咱的新安讲读经。我知影后个小组吼，通用即个新安讲读经的进度伫遐咧研习吼，伫学习吼，请大家来参与。你若有趣味去办公室甲现看嘛，讲哇，这字吼，足清的，就足大字的啦吼。而且吼，伊即本阁有一个特色哦，有关上帝讲的话，也是耶稣所讲的话，红字哦。你就知这是主的话，我较认真读的安尼，所以真有利益就对啦吼。你若讲我买一本起来看，遐准备后摆当遐年纪较大哦，细本的圣经读无啥有的时阵，来现大本的来读吼。搁第二是咱哀伤陪伴吼，已经新的一季要开始啊。吼，9月30有一个单独的影片，要甲咱介绍讲咱人拢有拄着人生的坎站的时阵，就是失去亲人。迄款的影片，吼有一个系列的课程，吼13礼拜课程，我有听马教授讲，咱即马即个课程哦，咱一个小小，咱大家无啥注意吼，全台湾大家拢咧报名呢，因咱即马用上网咧看，用上网的吼，所以就时间到啊，我甲我的连接啦拍开，就像咱现在咱现在咧直播共款嘛，牧师讲道。你伫厝里嘛看会到，所以真侪人参加，而且无受距离的限制。咱的即个马教授讲伫台北啦、到中部啦，甚至伫外国嘛，拢有人来参加。我讲即个遐尼有帮助的即个课程，咱家己的会友拢无咧关心，足无彩呢。毋是讲你爱参加啦，是你爱看到你身边有遮会失去亲人。行袂出来，心肝足哀伤吼，无法度人甲安慰，请伊来上即个课，因为特别是伫网络顶吼，你袂感觉讲足尴尬、足歹势，毋敢讲，所以嘛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哦。所以周报内底足详细，是用即张图，互咱看知影，即个暑假要开始啊，9月30，搁10月初7吼。搁另外一个，搁甲咱鼓励吼，咱共即个时间呐，就是咱。台语礼拜的时间有2个查经班真宝贵。第一就是英文查经班，咱的李伟教授吼，用一本英文的圣经，一面教咱读英文，一面教咱研究真理吼。第二种查经班就是华语查经班，咱已经举行足侪档啊。你若讲有心想要学习圣经，真好，就是你伫咱台语礼拜暂时莫参加，去参加查经班。尾礼拜呢，查经班煞来参加华语礼拜，你就2项拢顾有对啊吼。所以台语查经班、英文查经班，你若有趣味，拢会使来参加吼。好，最后周报内面有1、2项代志，我搁做一个提醒补充就好吼。咱小等的即个补充报告煞，咱要先来颁奖吼。咱在座有出来伫遐做礼拜的青少年吼，毋知若有咱等下要叫你出来。咱要请荣泰长老来主持这个颁奖吼，就是奖学金就对啦吼，奖学金安尼吼。另外一个邀请啦吼，就是咱台南吼为着进入400年吼，有一个特别的禁食祈祷会，吼，有一阵当工吼，因怎直接去住饭店哦，5日的禁食，但是暗时有一个开放性的祈祷会，就是前3天要伫即个太平境，太平境教会，就是23、24、25，拜4要伫台南圣教会，拜5伫台南灵粮堂，咱鼓励兄弟，你若讲，你对这属灵的聚会真有即个感动也是讲负担，请你自由去参加就对啦自由去参加安尼咱最后一个消息嘛是甲咱报告，就是讲咱伫顶几日无发生伫台东无一个部落有一个阿嬷全家去中毒发生代志，毋知影讲原来迄个阿伯就是迄个小米的肉粽食落讲哇拢中毒安尼，赶紧去抢救嘛是3个过身去，佮其他的有的伫教白房有的已经出院即嘛。
警察咧调查讲奇怪，这毒呢遐严重啦，到底是对倒位来还咧研究？哦，毋茫讲毋是刑案、刑事案件，就是讲有人调工放毒啊。但是咱要关心的是讲，这10几个家族啊，吼，拢属伫咱长老教会迄个台湾总会、咱原住民中会内底，无共教会会友，也有是长老的啦，吼。啊，咱大岛关心吼，听讲有人咧发起讲啊，是毋是讲会当做一点仔奉献，甲因赞助，互这家庭吼，较紧能度过这个难关。啊，咱为着这项事，咱也继续来祈祷安尼吼。好，这时咱请荣泰长老来报告讲，今仔日第一场有几个人要来领奖的，来报告，有麦克风无？好，那第一场的我们的学生可能比较少，我看到我们的金锦，还有我们的浩文来代表出来，跑出来用跑的，他也一起过来，好，还有咱的迄个，还有其他有金景哈，神学生，彦龙，浩文汉人，徛较中的，嘿，恁主角徛中，啊，你徛中好，还有无？好来，还有。嘛紧，咱若找无着名，先代表一个就好啦，哈，等下换吼。好，来。青少年即阵咧参加查经班哦，应该第2场的青年较侪，但是吼，要鼓励吼，咱这个名单当然是一个荣誉啦吼。啊，我是鼓励讲咱家长吼，毋是讲啊，我替你转去就好啊。咱是一个祝福吼，啊，所以若确实因有伫台南，咱父母爱看重啦吼，讲啊出来，啊，这都毋是要互处罚咧，互上帝管教咧，这是要祝福咧，啊，所以爱出来领奖吼。我会记迄阵较早牧师伫高雄盐埕的阵哦，吼要颁奖，像一个大盛典安尼，叫着名哦，哇哟大声，啊对外口走入来呢，伊感觉足荣誉的吼，啊所以咱有即款的风气，就是鼓励青少年爱因认真读册，啊为主做见证安尼吼。好，啊咱来做结束多谢。上营，请咱来用上营诗歌。391首，演习煞，请牧师祝祷。阿罗天顶主宰，从这地对大海，保护万民，人人。高领袖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咱大家拢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祝福，甲咱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煞。阿免。请坐别倒，先歌队唱祝福诗歌，咱再来离开。